我昨天一食是上鋪嘅社會就數分多年一樣，一塊牆嚟一樣，呢個社會就一牆還過來，還過社會，我一塊牆一樣，米下來都養唔到。咁啊，食到你嗰樣，總唔一樣啊！我昨天一食是因為，像我一樣 cosplay 的，會像你創人一樣啊！昨天一食是佢一朵一樣。